2026年，香港紅館，一個94歲嘅老人企喺舞台中央，佢叫胡楓，人稱修哥。當日夜晚，佢喺呢度唱咗5個鐘，45首歌，超過20位嘉賓上台撐場。演唱會完咗之後，佢需要人參住先行到路，但喺慶功宴上面，4個曾孫圍住佢身邊，其中一個扶住佢行上台。佢講咗一句說話：只要曾孫扭扭我，咩都唔使做。呢場演唱會令佢打破咗一個紀錄，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人藝人。而慶功宴上面嗰張4代同堂嘅相，令成座城都喺度討論一件事：一個人活到94歲，到底可以擁有啲咩？點解94歲仲要開演唱會？呢場演唱會嘅全稱係修哥九舞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，由夜晚開始，一直唱到凌晨，5個鐘，45首金曲，超過20位嘉賓輪流上台，嘉賓名單拉出嚟，足夠令任何一場頒獎典禮失色。張學友嚟咗，黎明嚟咗，張家輝嚟咗，林憶蓮嚟咗，劉美君嚟咗，呢啲名隨便一個拎出嚟都係天王天后級別，但喺呢場演唱會上面，佢哋全部都係配角，主角得一個人，94歲嘅胡楓。胡楓喺舞台上面由第一首歌唱到最後一首，佢冇中途落場休息，佢冇坐住唱，佢企住唱完晒全部45首。呢個唔係一場普通嘅演唱會。呢個係一場用體力同意志力撐落嚟嘅演出。演唱會去到第3個鐘嘅時候，胡楓嘅體力開始出問題。根據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胡楓唱到第20首歌左右嗰陣，後台嘅工作人員就已經喺度準備葡萄糖水。佢對腳開始發軟，佢喺換歌嘅間隙需要扶住舞台邊先企得穩。去到第3個鐘，胡楓喺台上唱男人40嘅時候，聲音出現咗波動，唔係忘詞，係氣息跟唔上。佢停咗大約3秒，然後繼續唱。台下嘅觀眾冇人出聲，所有人都喺度望住佢。第4個鐘，胡楓喺唱忘盡心中情嘅時候，佢隻手開始震，佢揸住麥克風嘅手喺度震，但佢冇放低麥克風。佢將另一隻手都揸上去，2隻手一齊揸住麥克風，繼續唱。最後1個鐘，胡楓對腳已經撐唔住佢長時間企立。佢喺舞台上面放咗一把高腳椅，但佢只坐咗唔夠2分鐘就企返起身。佢話企住唱先對得住觀眾。演唱會完嘅時候，胡楓由舞台行去後台，呢段唔夠50米嘅路，佢行咗將近5分鐘。佢需要2個人一邊一個扶住佢，佢對腳喺度震，佢嘅額頭全部係汗。工作人員後嚟話，胡楓行到後台之後，直接坐咗喺張椅上面，坐咗10分鐘先企返起身。佢對鞋已經被汗水浸透晒，但佢冇喊攰。佢喺後台只講咗一句說話：直咗。呢場演唱會有一個固定環節，亦係每次胡楓舉辦演出嗰陣都會保留嘅環節，4個曾孫上台獻唱。呢一次，4個曾孫唱嘅係世上只有媽媽好。4個細路企喺舞台上面，年齡由幾歲到10幾歲都有。佢哋揸住麥克風，一句一句咁唱。胡楓企喺旁邊，冇上台，就企喺舞台側面望住佢哋。現場嘅大屏幕切到咗胡楓嘅臉，佢喺度笑，佢對眼望住台上嘅4個曾孫，佢冇出聲，就咁望住。歌唱完咗，4個曾孫由台上面落嚟，行到胡楓面前。胡楓彎低腰，一個一個咁錫佢哋。4個曾孫，佢錫咗4次。錫完之後，佢將4個曾孫拉到自己身邊，等佢哋企喺自己隔籬。佢隻手搭喺最大嗰個曾孫嘅膊頭上面。呢一幕被現場嘅攝影機完整記錄咗落嚟。後嚟呢段片喺網上傳開，好多人睇完之後冇出聲。
演唱會完咗之後，主辦單位喺紅館隔籬嘅酒樓搞咗個慶功宴。慶功宴嘅相後嚟被曝光，相入面胡楓坐喺主位，佢身後企住佢嘅仔女、孫兒、曾孫，四代人全部都齊。胡楓兩個曾孫全程企喺佢身邊，其中一個曾孫一直扶住佢隻手臂。胡楓行路嗰陣，呢個曾孫就跟喺隔籬，手扶住佢嘅手爪。胡楓坐低之後，兩個曾孫女都坐喺佢隔籬。佢左手摟住一個曾孫女，右手放喺台上面，台上面擺住慶功宴嘅餸。胡楓喺慶功宴上面出聲講嘢，佢把聲已經沙咗，5個鐘嘅演唱將佢把聲唱啞晒。佢話今日好開心，破咗一個紀錄，演唱會最長嘅紀錄，唱咗4個幾鐘。佢停咗一下，然後話我企到腳軟。佢又話不過我好開心，有咁多嘉賓，仲有一個好正嘅團隊，就算我再攰都唔緊要。講完呢段說話，佢低頭望咗望隔籬嘅曾孫女，佢將曾孫女拉過嚟，摟喺懷入面。佢話孫、曾孫都喺，能夠同佢哋唱歌，成個人都融化咗。佢笑咗一下，然後講咗一句令在場所有人都笑咗嘅說話：謀殺我咩都唔使做，只要讓曾孫嚟摟摟我就得咗。胡楓今年94歲，佢同亡妻生咗5個仔女，呢5個仔女全部成家立業，開枝散葉，幫胡楓生咗6個孫兒，6個孫兒繼續繁衍下一代，又幫佢帶嚟咗4個曾孫。胡楓喺13年前就已經4代同堂，而家佢最大嘅一個曾孫已經13歲。胡楓對呢個最大嘅曾孫尤其關注。呢個曾孫個仔高，長相端正。胡楓喺多個場合表示，呢個曾孫生得似佢後生嗰陣。胡楓每次搞演唱會或者生日會，4個曾孫都會到場。固定環節就係4個曾孫上台獻唱。呢個環節由幾年前就開始，次次都有，從不缺席。而喺慶功宴上面，2個曾孫全程陪喺胡楓身邊，一個扶佢行路，一個坐喺佢隔籬。胡楓講嘢嗰陣，曾孫女就靠喺佢身上。呢個就係胡楓94歲嘅日常，唔係瞓床上面，唔係坐喺輪椅上面，而係企喺舞台上面唱5個鐘。然後喺慶功宴上面被曾孫摟住，話成個人都融化咗。胡楓喺娛樂圈打滾咗70幾年，佢最早係粵語片演員，1950年代出道，拍咗幾百部電影。80年代之後加入 TVB， 雖然一直冇做過主角，但佢一直喺度演戲，一直冇退休。70幾年，佢冇離開過呢個行業。正正因為一直喺度，一直活躍，而且為人冇架子，胡楓喺娛樂圈嘅人緣極好。佢認咗15個契仔女，呢15個名係張學友、黎明、張家輝、林憶蓮、劉美君、杜德偉、許志安、梁漢文、蘇永康、鄭中基、容祖兒、陳奕迅、楊千嬅、李克勤、古巨基，每一個名拎出嚟都係天王天后。胡楓對收契仔女呢件事嘅講法係冇準則，唔計較對方係邊個，只睇緣分。佢話緣分到咗就係契仔女，而呢15個契仔女每一個對佢都好好。每次佢過生日搞演唱會，呢班人都會嚟，唔係派人送花，係親自到場上台表演，陪佢食飯。呢次演唱會超過20位嘉賓上台，其中大部分就係佢嘅契仔女同多年好友。張學友上台嗰陣，胡楓企喺隔籬，手搭喺張學友嘅膊頭上面。黎明上台嗰陣，胡楓拍咗拍黎明嘅背。呢啲動作全部俾鏡頭拍咗落嚟。胡楓喺台上講咗一句說話：我收歌呢世值咗。胡楓冇退休，94歲啦。佢仲喺度做嘢，佢仲喺度接戲，佢仲喺度搞演唱會，佢仲喺度出席各種活動，
佢嘅體力已經唔係從前。呢次演唱會就係證明。5個鐘，佢對腳喺度震，佢隻手喺度震，佢把聲喺第3個鐘開始波動，但佢冇停。有人問佢點解唔退休，佢話：我仲唱得，點解要推？佢嘅回答冇任何多餘嘅說話，就係呢一句。胡楓喺娛樂圈嘅定位好清楚，佢唔係主角，佢係前輩，佢唔係最紅嗰個，佢係最耐嗰個。70幾年，佢一直喺度，後輩見到佢都叫一聲修哥，天王天后見到佢都叫一聲契爸。佢用70幾年嘅時間換嚟咗15個天王天后級別嘅契仔女，換嚟咗4代同堂，換嚟咗94歲仲可以企喺紅館舞台上面唱5個鐘嘅資格。慶功宴完咗之後，胡楓俾屋企人送返咗屋企，2個曾孫一左一右扶住佢上車。上車之前，佢回頭望咗一眼酒樓嘅門口，門口仲企住幾個工作人員喺度執嘢。佢冇講再見，佢只係點咗一下頭，然後上咗車。車開走之後，現場嘅工作人員發現胡楓坐過嗰張椅上面留咗一件外套，嗰件係佢喺慶功宴上面着嘅外套。外套個袋入面塞住一張紙仔，紙仔上面寫住4個字：多謝大家。冇署名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係邊個寫嘅。胡楓94歲，佢企喺紅館嘅舞台上面唱咗5個鐘，佢對腳喺度震，佢隻手喺度震，佢把聲喺第3個鐘開始發沙，但佢冇停。演唱會完咗之後，佢需要人參住先行道路，但喺慶功宴上面，佢摟住曾孫女，話成個人都融化咗。佢有15個天王天后級別嘅契仔女，佢有5個仔女。6個孫兒，4個曾孫，佢喺娛樂圈活咗70幾年。有人話佢係娛樂圈嘅常青樹，有人話佢係後輩嘅典範。佢自己只講咗一句說話：只要曾孫摟摟我，咩都唔使做。呢句說話係一個94歲老人講嘅。佢企咗5個鐘，唱咗45首歌，對腳喺度震，但佢笑住講咗呢句說話。呢個就係胡楓。好啦，以上係今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